前来敬拜他、歌颂他，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让我们在开始前预备好我们自己，献上赞美的祭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今天早上的崇拜，为今天早上的服事侍奉，我们所有的同工、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正常的运作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为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敬拜你，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也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祝福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所有的歌声、所有的赞美、所有的言辞、所有的美意、所有的一切的美好的言行，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也愿你施恩看顾，让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所有的安排都能够顺利的进行，让今天早上的崇拜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感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安静心，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让我们双手合十，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让我们以你的真理喂养我们的心灵，让你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让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你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日日勤读圣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也让我们常常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你都顾念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的帮助都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要在你的恩典中度过。谢谢你，也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在今日的敬拜中聆听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恩典。谢谢你，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会众请站立，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全上帝的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24篇1至8节，诗篇124篇1至8节，在旧约的656页。我来起，会众弟兄姐妹们来应。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那时波涛必浸过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公祷。那我们同心合一来祷告。那我们为非洲国家西撒哈拉来祷告，愿主让基督的信仰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他们国家的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为此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祷告，木栅卫理堂张主佑传道，我们为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的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为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祷告，求神拣选合适的执政和立法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更为台湾第一线的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那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由上儒弟兄来攻读，出埃及记1章8节、2章10节、
罗马书12章1至8节。第一处经课在旧约圣经、教会圣经的第55页，第1章8节。有不认识的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有希伯来的2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留存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上帝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第二处经课在教会圣经的175页，罗马书第12章1到8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他，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
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以上是今天的经课。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耶书亚记2章4至21节。耶书亚记第2章4至21节，在旧约212页，由我来攻读。女人将2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2人上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2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2个王，2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现在我既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2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2人从窗户边坠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2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了我们这件事情，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也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以上是今天的经文。诗班献诗，他顾念着你。
升级礼，我们请伟文牧师来帮我们的小朋友进行升级礼。今天很高兴有几位当中的孩子跟年轻人，他们要到新的阶段。那每一次到新的阶段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的开始。那所以我们来为他们做见证，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新的学习上能够有美好的帮助。那可能他们当中有的还在这个暑假快要结束了，可能还在玩最后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会唱到他们的名字，然后会请他们的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可以到前面来。那如果没有办法，我们就请他们这个单位在这个团体里面或是小组里面来帮他们来这样的升级。但是我们要先为这几位来先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让大家介绍跟认识。那我们要请升小学的谢丽月、洪燕，还有升国中的柔一，还有知莹，升高中的知莹，到台前来这几位都是我们今年要升级的几个年轻人。请知莹还有柔一还有小朋友那个丽月，好，到台前来，到台前来来，请你们到台前来。丽月来了好，来转过来，大家要认识一下好，洪燕好像今天是还在游玩好，那没关系，反正我们有认识就知道了。这个洪燕是洪昌的儿子那我们今天他们家可能还在出游。好，那在我的左手边这一位，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丽月，今年要升国小的这个准升的这个小学生中间这一位就是柔一那我相信大家也都很认识他的父母亲今天也来，他的爸爸就是世全，还有小娟还有他其实阿公阿嬷大家都认识，就是这个我们的贾弟兄跟我们的淑清姐就是他的这个阿公阿嬷跟爸爸妈妈。好，那知莹就是我们后面妈妈在后面是怡君那他的阿公应该大家也认识，就是荣兄。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当中的小朋友他们能够晋升一级到新的学习的阶段，我们能够为他们来鼓励，为他们来肯定赞美，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期待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升级都一切顺利，到新的学校，到新的单位去，到新的这个学习当中也都蒙恩。那我们等一下为他们祷告完之后，他们就要回到他们的主日学，或者是到青少期，所以我们要一起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在新的学期都能够一切蒙恩。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一起来举手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在他们的升级当中能够一切蒙恩。让我们一起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几位年轻人，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即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进到新的学习的里面，他们能够在那里找到新奇美好的事物，他们也能够吸收到很好的知识，还有很好的学习，让他们遇到好的老师，遇到好的同学，让他们遇到在这些的学习的环境当中，每一个人他们都能够互相彼此有美好的关系。谢谢你施恩看顾，让我们当中无论是要升小学的，要升国中，要升高中的，都能够在这边蒙恩，让我们在新的学期当中，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学习美好，有祝福在他们的身上，将来他们为主所使用。感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帮我们颁发这个升级礼。好，来颁发我们的升级礼，这个是小学的。这个是丽月的，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大家庭的生力军祝福
的，来儿主来这边，好，来辅导。好，来转过来一下，要记得把他们带过去啊。好，这个是我们的学青的辅导啊，他是这个我们这边师大毕业的，他叫景明啊，请大家能够来认识他哈。毕业是上初小班嘛，对不对？1年级的，好，那老师是好，那校长到好了，好，那我们就请这2位我们的学青就由我们的辅导带走，然后我们的学生这个儿组的校长把他带到我们的儿组的这个去这个地方，好，我们一起拍手，谢谢。接下来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由美金老师来为我们正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正道的主题为恩典的记号。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提醒我们当存敬畏、谦卑的心。谢谢你在这个美好的主日为我们所预备的信息，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是柔软受教的。愿圣灵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我们一生永远的帮助。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首英文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大家应该都很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被改编过，然后制作成音乐剧、电影。故事的主角呢 ，Evita， 她是从一个贫穷，下一张 PPT， 贫穷的还有卑微的私生女，为了生存，达到她个人的生活的目标，她用尽自己的美貌、身体，还有她的交际手腕，可以说不计代价的去从事舞女、模特儿、演员的这些工作。她让自己成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际名人。1944年，她认识了那个时候阿根廷的政治明星培荣将军，两个人就交往结婚了。1946年，培荣当选了阿根廷的总统，艾维塔成为最年轻的总统夫人。那个时候她只有27岁。由于她自己的出身，所以她很积极的协助那一些穷人、弱势的劳工，还有下层阶级的人，大力的争取夫妻平权，还有女性的参政权，也扩大兴建学校、养老院这一些的机构。所以这一些实际的行动呢，让她得到阿根廷人们实际的一些爱戴。可是她在33岁的时候，就因为子宫颈癌去世了，留给阿根廷人民无限的怀念。这个是现实世界里面一个女孩子凭着她个人的努力，然后往上成功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一定充满了别人所没有办法体会的痛苦、辛酸，背后一定也付出了许许多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代价。我们人生的某些阶段也会遇到一些很难以突破的瓶颈或者是困境，我们也渴望能够突破，还有所改变。我们也期待可以拥有不一样的机会。身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要如何把这样的渴望心态，把它调整到是符合圣经的观点，让我们可以在努力的过程中，不仅拥有正确的目标，也能够适当的回应上帝的旨意呢？我们要如何看待发生在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事，即使到目前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比如说关乎生死，关乎你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的难题，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一些事，然后正确地诠释
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护理跟引导呢？约书亚记第2章，你把所有的细节累积起来，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有关上帝的真实的图像。如果以喇合跟他周遭的人所发现的事实作为基础，那么喇合他愿意相信以色列那一个上帝，其实是很合理的推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5节提到，那一些反对他的人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些人似乎相信基督，可是信心却是单薄肤浅的。他们声称是认识上帝，可是表现出来的敬虔却是一种很虚假的形式。他们的行为跟那一些真正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截然相反。当困难试炼临到的时候，那个缺乏根基的信心会经不起环境考验。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说明，人的心就像那几种不同的土壤，对福音的种子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听到福音的信息之后欢喜领受，而且呢很喜乐，甚至呢流泪悔改。可是患难或逼迫的风暴临到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像云烟一样，快速的就消散了，以至于呢冷淡，甚至跌倒。有些人经历了很深刻的改变，那个不是表面的现象哦，而是深入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改变。周遭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命跟以前不太一样，他们结出了几倍的果子。喇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喇合是居住在耶利哥的一个妓女，她是外邦文化里面的娼妓，在街上招揽客人进行性交易的妓女。妓女的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为旅馆主人，所以喇合他可能拥有一间小旅馆或者小酒店。喇合的工作性质呢，已经告诉我们他的身份地位，他是外邦人、罪人，社会中的下层边缘人。他所从事的工作是被人视为卑贱、羞愧、道德低落、名誉扫地的。但是喇合他的生命因为上帝的恩典彻底被改变，他从那个羞辱的家进入上帝尊贵的家，从妓女的身份提升到女英雄的地位，从一个行走在黑暗中的人变成行走在光明中的人。这么巨大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今天我们要透过3400年前所发生在耶利哥的妓女喇合身上的故事，一起来思考3件事。第一，恩典从何处产生？我们要从第2章的开头来了解整个故事的背景。约书亚派遣2个探子，这个探子用现代的语言就是间谍，就是情报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潜入敌方的耶利哥，进行机密的情报工作，主要是要侦查，而且要搜集那个城市的动态。为什么只要派2个人呢？申命记19章有提到，如果要判定一个人有罪，你不可以只凭1个人的口，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这个案子才可以确立。这个原则也适用在刺探敌情。约书亚想要知道约旦河另一边的敌人情况如何，以便决定呢适合进攻的时机。他派出2个能够勘察地形、收集情报、分析时事的人，帮助他掌握资讯，而且做出正确的判断。你还记得吗？约书亚曾经也是摩西手下那个资深的探子，他认为2个能力足以胜任的探子就可以了。就像当年他跟迦勒一样，不需要太多人。我们知道上帝的经济学跟我们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他常常用非常少数的人来成就极大的事。那为什么要选择耶利哥这一座城市呢？耶利哥是历史上悠久的文化古老的一个城市，它也被称为月城或者是棕树城，是上帝要以色列人去攻取的第1个城市。它就位于进入迦南主要通道的一个入口，离约旦河大概是8公里，可以说是
荒漠中的甘泉。耶利哥是东西南北大道的一个交通要塞，它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位置来看，如果你站在约旦河边，那个耶利哥就在你的正前方，它是来往的旅客都会停留的一个据点。过路的旅客呢，也提供了居民赚钱，还有取得外地消息的机会。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个以色列人看不见，但是上帝看得见的人。上帝看见他的心，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喇合。上帝想要接触那个女人，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进入耶利哥，促使那件事情发生。上帝要透过他们夺取耶利哥，成就更大的救赎计划。圣经在描述喇合的时候，都直接坦白的说：“哦，她就是一个妓女。”没有什么避讳跟禁忌。有一些诠释圣经的学者，对于上帝怎么拣选这样一个妓女，他们觉得不太自在。他们一直想为喇合那个带有争议性的身份提出辩解，甚至帮他漂白。他们刻意解释说：“哎呀，其实喇合不是真正从事妓女的工作了。事实上，圣经记载有关喇合的事，正好显明了上帝的拣选跟救赎乃是出于恩典。上帝拯救那些原本不配得到恩典，但是愿意用勇气、信心去回应的人。当然呢，耶利哥城里面一定有很多人的条件比喇合更卓越，里面的国王啊，甚至法官之类的人。但是上帝主动拣选喇合，他拣选这个世界看为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一无所有的、不合资格的人。所以上帝的拣选完全超越文化、种族、性别、阶级还有宗教的隔阂，透过很宽广细腻的计划，上帝要成就的是普世的救赎。4到6节告诉我们，喇合把2个探子藏起来，而且想办法保护他们。古代的城市有外墙跟内墙，这2道墙之间，他们会塞满了很多那个碎石头，所以石墙本身非常坚固。有时候他们会在内墙跟外墙交接的地方，他们把它打通，成为一个房间或者是储藏室。喇合的家住在城墙上，蛮奇怪的哈，他刚好是在城的外围。他的家有一面窗子面向城墙外面，家里面呢有通道可以进出。因为他的家实在太独特了，所以他附近的邻居都可以看到在喇合家进进出出的人，他们必定也看到那2个探子进入喇合的家。喇合的小旅馆一定很欢迎来到耶利哥的人，那是一个探听情报的完美地点。他每天晚上都可以从进出旅馆的旅客听到很多的消息，这些人也可以从喇合那边得到很多的资讯。这个经文有提到麻秸，麻秸是一种植物，在主前5000年就开始被种植了。麻秸会开蓝色的花，人们通常会萃取麻秸的油，然后把麻秸的纤维制造成什么？绳索、麻绳。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经济效益的植物。耶利哥的居民在收割麻秸之后，他们把一束一束的麻秸捆起来，然后呢放在屋顶上，让太阳把它晒干。一束麻秸大概3到4尺，大概90到120公分。所以你想想看，喇合把2个探子藏在一束一束的麻秸里面，你躲在里面真的看不见哈。那是一个很有智慧、很勇敢的行动。这个行动表明了什么？喇合知道这2个从以色列营区来的人在执行一项重大的计划。这2个人很快就发现，喇合这个外邦人居然相信他们以色列的永活真神，这一点改变了整个情势。现在情势不再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男人跟女人、朋友跟敌人的问题了，而是什么？
他们是一群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喇合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这2个探子，他其实根本不了解这2个陌生人的底细，他们有可能对他采取不利的行动哦。毕竟他们双方是敌对的关系。另外一个危险是什么？耶利哥的居民如果发现喇合把这2个探子藏匿起来，他们可能会去跟国王告密，那么喇合跟他的家人就完蛋了，他们可能会因为背叛自己的国家，面临生命的威胁。所以喇合是冒着双重的危险来拯救这2个探子。现在他们也愿意牺牲生命拯救喇合跟他的家人。那喇合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我们接下来看看第2，恩典如何运作。喇合以前就听过有关上帝施行的奇妙作为，他在第10节很清楚地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2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这些都是40年前发生的事喽。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征服2个国家，上帝就保护帮助他们。现在有一大批的以色列人要等待进入耶利哥攻占迦南地。喇合听过以前那一些使人惊吓的事，许多人也听过。喇合在11节亲口说出迦南人心里面真正的想法，他的见证令人很惊讶。他说什么？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喇合的信仰声明哦，他敬畏上帝胜过敬畏人。这些话并不是40年前那10个探子所说的话。民数记的13章记载，40年前摩西派遣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仔细的搜查40天之后，回到营区跟摩西报告结果。其中的10个人都异口同声的说什么？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些回报坏消息的探子被他们眼睛所看到的现象吓到丧失信心。这些看起来很严重的问题让他们就忘记上帝一再重复的应许。他们认定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攻取迦南地，我们一定会失败的啦。迦勒跟约书亚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们安慰鼓励大家不要害怕，上帝一定帮助他们，按照应许把迦南地会赐给他们。可是以色列众人受到负面消息的影响，全部笼罩在沮丧害怕的气氛当中，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约书亚跟迦勒的看法，当场就很激动的拿起石头，几乎要把他们2个人给打死，因为只有他们2个人坚持要去迦南地。这10个探子的拦阻让以色列人陷入不幸当中，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整个世代的人第1代的人在行进的过程都死在旷野，只有约书亚跟迦勒这2个人进入迦南地。现在我们可以把整个事实看得更清楚咯。10个探子说什么？他们人高马大，我们显得如此的软弱矮小，可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以色列人让迦南人感到胆战心惊，这个就是喇合所宣告的迦南人心里面真正的想法。喇合听过上帝的作为，他相信他所听到的事。旅馆的客人、耶利哥城的居民一直议论纷纷，说起以前那些事，他听过很多次。不论别人怎么解读那一些事件，喇合都认定那一些事实真实可信。
他相信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跟他们这些迦南地的居民所崇拜的其他的神非常的不一样。第9节，喇合对2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请你留意哦，喇合在这一节所使用的词语是“我知道”，不是“我们知道”。喇合他个人知道上帝，他相信上帝。信心的第一步就是，当你听到有关上帝的事，如果你相信你听到的，信心就从这里产生。喇合其实没有亲眼看到那一些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因为40年前喇合根本都还没有出生。可是他没有把他所听到那些事纯粹当作是传说或者是故事，事过境迁就忘记了。他把那一些令人惊讶的事藏在心里。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哈，她的耳朵，她的心灵完全向上帝敞开。新约圣经有2个地方的经文提到喇合，希伯来书11章31节称赞喇合的决定是充满勇气、信心，她的信心使她免于灭亡。那边记载，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一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雅各书的2章25节使用喇合作为信心的典范，说明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边记载着，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许多以色列人当年在红海还有在旷野的现场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神迹，可是他们到最后都失去信心了，没有办法用行动来回应那一位施行神迹拯救他们的上帝。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迹奇事，那么神迹奇事消失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溃散了。真正的信心是由应许所推动的，也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信心是从听到而来，听到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信心必须要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你如果没有了解上帝的话语，你怎么可能对他有信心？信心如果要继续成长，就必须相对做出回应的行动，让内在的信心跟外在的行动结合。这个是成熟健康的信仰所展现的特质。关于信心的成长，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在于抓住、放手之间的一个平衡。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无论在任何处境中都不要放掉；另一方面要学习放心和放手，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这个过程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因为人性是倾向喜欢掌控，想要自己做主，所以我们可能会因为那个苟延残存的老我，不断的想要掌控。我们经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我们甚至付出很多代价，才能够学会放心跟放手的功课。信心的成长，其实就是不断学习抓住上帝、放掉自我的过程。你学得越快，你会活得越释放、越自由。你一直抓自己，你只会活得更辛苦。你一定看过树上飘落的树叶被风吹起来，在空中旋转飞舞的画面，那个画面非常美，对不对？很动人。当叶子把自己完全交托给风，它就能够轻盈自在地回旋在天地之间。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我们就能够真正过一个释放、自由、丰盛的生命。这是来自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当喇合凭着信心把自己的生命、前途、未来交托给那2个以色列的探子，他其实也把这一切交托给那个以色列的上帝。这是喇合的人生得到改变，生命得到救赎唯一的出路。接着我们来看看喇合改变的过程。第3个，恩典带来什么结果？喇合听到有关上帝的事，他相信那是真实。他为什么会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上帝知道他的心中是有所渴慕的，他把心里所相信的把它表现出来。喇合是如何在表现他的信心呢？他透过2个具体的行动。第一个行动，他就是把2个以色列迎去来的探子藏起来。第二个行动是把一根红色的绳子垂下窗户。18到19节，这2个探子跟喇合立下一个誓约。他们以慎重的口吻交代喇合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一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他们把血流血的血的概念跟朱红绳子的概念结合，双方的交易就这样完成了，说定了哈。耶利哥城毁灭的时候，喇合全家得救的唯一方式就是什么？全部的家人聚集在房子里面。这2个以色列的探子保证，以色列人绝对不会杀害他们。如果喇合的家人没有遵守约定，因为好奇擅自出门走到外面的街道去，那么结果就要自行负责。喇合也必须把那一条红色的绳子垂下窗户。当上帝的审判临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毁灭会越过喇合的家。这个场景听起来很熟悉吧？这2个探子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呢？他们从离开埃及前一天晚上的逾越节得到相同的概念。可是喇合他是迦南人啊，他没有羔羊的血可以涂在门楣、门框上啊。不用担心，他是迦南人，他有红绳子，对不对？他们不是把麻秸制成麻绳吗？你把它染上红色，就变成红绳子了。这个记号就保证上帝的审判会越过喇合的家。这是喇合内在的信心所得到的外在的记号，那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也是一个救赎的记号。这个妓女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妓女了。喇合他不仅关心个人的得救，他也帮助他的家人得救，他关心其他的人，因为救恩是如此的宝贵。当一个人真正体会救恩，他不会满足于自己得救，他想要跟周遭的人分享。喇合的故事并不是在这里画下句点就结束了。圣经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是故事而已。1400年后，喇合这个名字出现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马太福音1章5到6节记载，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从大卫呢，再经过28代之后，耶稣基督出生。换句话说，有一个名字叫做撒门的以色列犹大支派的男人跟喇合结婚了。喇合在以色列建立了新的家庭，他拥有新的身份、新的生活、新的目标、新的盼望。
旧的事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新了。喇合从此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圣经其实没有特别介绍撒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有一个犹太传统提到，撒门就是喇合所拯救的那2个以色列探子其中一个人。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哈。其实你不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吗？为什么？因为这2个探子把喇合跟喇合的家人呢带回到以色列营区，他们出于感恩的心，一定会特别的照顾喇合跟他的家人，2个人日久生情，所以这件事情是蛮合理的推论哈。这个可能性很大，这个故事也很有趣哈。如果拍成电影，应该很有趣哈。可以结合什么？可以结合谍报、爱情、动作、悬疑，对不对？一定充满了戏剧性。所以圣经的记载，圣经的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的丰富哈，绝对不是只有故事而已哈。它通常有很深刻、很丰富的含义。像喇合这样的外邦人，是以弗所书2章12节所说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相信第一代的信徒应该会很深刻的体验到这一句话哈。但是喇合的信心使他跟以色列人立下了誓约，最终使他在以色列呢得到了公民权，他也得到以色列整个群体的接纳。这个都是上帝纪念喇合的信心所赐下的恩典。喇合的名字被记录在人类的救主万王之王的家谱，世世代代都会纪念他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信心改变喇合的生命，改变的生命呢，显明了救恩的功效。人们不需要再猜测，那个喇合的变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生命的改变不会是肤浅的外在的形式，而是整个生命从里到外很实质的改变。所以基督徒不是道德比较高尚、品性比较优越的人，应该是什么？观点不断被调整，生命不断被改变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对那一些想要驳倒他权柄的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没有人罪恶深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没有办法被拯救，也没有人善良完美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不需要被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都亏缺上帝的荣耀，而且呢，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拯救自己，脱离那一种被罪辖制的状态，所以我们都需要救恩。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也犯了罪。有些信徒他知道世人都有罪，但是他从来不认为他自己真的有罪。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哈，是救恩从来都是关乎你跟我，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必须要跟你是有关系的，跟我是有关系的，否则这个信仰不会改变你，也不会在你的生命产生变化。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得救唯独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我们都是白白领受恩典的，每一天我们都在领受这一份恩典。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你们要纪念，对不对？要纪念上帝的恩典，因为是恩典，所以没有可以夸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为了每天所发生的枝微末节的小事在感恩，为大事情感恩绝对是有的，然后生病得到医治，然后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得到保守会感恩。
你会为每天很平常的，好像这一天很寻常，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你还可以数算上帝的恩典吗？你每天早上睡醒张开眼睛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谢上帝啊？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我的脚还可以下床走动，我今天还可以开始生活的常轨、工作的常轨，就这么小的小事。我今天吃到了一餐，哇，蛮好吃的，不是很奢华，但是就是很好吃、很营养的一餐，就会这样感谢上帝。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谢上帝？哦，我可以躺下来，很平安、很平静的、良心无愧的睡着。很平常的事，对不对？对。我动过肺腺癌的手术，我知道每天张开眼睛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是多么大的恩典。我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我知道每天我的脚可以下床走动是多么大的恩典。就为这一些生命最基本的存在来感谢上帝。我们每天都在领受恩典，许多时候我们领受很多，但是呢，忘了要感恩。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的思索恩典。我们活在恩典当中，要懂得感恩，常常纪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的恩典，唯独是从你而来。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源，我们没有任何的特权，因为是你白白给我们的。你看我们为宝为尊，愿意付出这么深重的代价来救赎我们，让我们看重宝贵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懂得去分享这样的恩典。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愿你大大的赐福荣光堂这一间教会，所有对你有渴慕的弟兄姐妹，从你得着丰丰盛盛的生命，也愿你大大的赐福这一间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来跟大家请安，而且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在金钱上支持黎明日粮的事工。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黎明日粮他们出版了很多的这一些的手册宣传品。我不会说这一些都是免费的，因为这些都是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他们才有今天这么多的出版品出来。那最近他们又针对年老的族群，或是针对亲子，出了很多的灵修的书籍。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外面的那个桌子上可以拿取，你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送给慕道友。那下面我就放映短短的影片来介绍黎明日粮的事工。好，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短片播放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暂时先不看。那但是楼下有一些他们的出版品，再请大家来自己来查看来审阅，谢谢。
师啊，透过喇合的故事呢，让我们更加了解上帝对我们满满的恩典哦。谢谢美金老师用神的话语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手机上有 APP 哦，可以下载那个黎明日粮。黎明日粮应该是你生活上的好朋友，他每天都有一篇，你也可以用听的哦，可以透过很多的管道来更了解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只有透过上帝的话语，进入你的生命，只有你日日的读经，你的生命才会改变。你没有跟上帝那么接近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上帝就是要大大的祝福给你，可是要你愿意，而且你要有信心。我们谢谢美金老师。现在我们来回应奉献，请会众起立。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唱2遍，还有第3遍的话唱前半段。OK， 你的话。那我们来奉献祷告。主啊，谢谢你时时的顾念着我们。让我们学习放下自己，紧紧抓住你的话语，卸下我们心中的忧虑挂念，学习全然的交托给你。谢谢主的恩典，也让我们预备金钱来侍奉你。愿你悦纳，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应用在你的事工上，让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赐，多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祷告，谢谢你。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门。
让我们预备心，恭敬地用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谢。请坐。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们还未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也请安静地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大家请坐。问安差遣礼，请问本周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哦，那我们一起来欢唱《我们成为一家人》。为了大家的健康呢，我们彼此问安的时候呢，拱手不握手。我们先坐在位置上，先唱一遍，然后再站起来彼此问安。请大家坐下。我们先来看一下黎明日粮的宣传短片。有句话说：“微不足道的小事能成就大事，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上帝也是从小处开始。
他透过地震显明自己，也常以微小之声向我们说话。他借着微小的事彰显他的同在。1938年，一颗种子撒在土里，一个生命被耶稣改变了。他以一个麦克风开始服侍上帝，分享上帝的恩典和饶恕。这颗种子逐渐的成长，圣经广播协会逐渐为人们所知。到了1956年，这颗种子上长出了新苗，那就是灵命日粮。上帝使用这小册子激励和启发了许多人，也借此带领世界各地的人归向他。小册子被翻译成多种语文，如西班牙文、印尼文、日文、中文等等。1968年，树苗长出新枝，有了《探索之旅》电视节目。他继续成长，并制作更多的属灵书籍，如张伯斯著名的灵修书籍，以及人们喜爱的探索丛书系列。后来也推出更多的英语广播节目给听众。如今已有超过55种语文的印刷材料，网络资源有20多种语文，还借着社群媒体向人分享上帝的话。事工也提供免费网上圣经教学及各语言的神学课程，如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以及中文。这小树逐渐长大，并开始了青年布道事工，引导人们探索生命的价值。后来还推出了手机应用程式，让人们以手机学习圣经真理和智慧。在神伟大的国度里，灵命日粮事工从小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他将上帝的话语传扬到世界各地，引导人们亲近耶稣，让人得着教训，并为世人带来盼望，将真理的种子撒在许多人的心田。我被判终身监禁，对我这样的囚犯来说，灵命日粮真是太宝贵了。我因这本小册子认罪悔改，并且得着了基督的新生命，谢谢你们。我的母亲是个植物人，我朗读灵命日粮给她听时，她竟然流下眼泪，让我深受感动。上帝的话语真是活泼且大有功效。因为一直收到你们寄来的灵命日粮，我再次信了主。谢谢你们没放弃我，每天早上我都会读这本小册子。圣灵借着灵命日粮作者的文字向人说话，带来及时的帮助和鼓励。灵命日粮犹如活水，每天浇灌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灵命成长。我和朋友开始了新的小组，我把灵命日粮介绍给慕道的组员，希望他们能借此认识主。灵命日粮是我灵修良伴，我常被这些文章感动，使我体会到上帝的爱，我非常感恩。今天灵命日粮事工的使命，就是让改变生命的圣经智慧变得易懂易得，每一天在每一处分享上帝的话。灵命日粮事工。美金老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们现在进入教会的信息事工报告啊。我们非常谢谢美金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信息，也非常感谢灵命日粮的所有的工作团队呢，为我们所分享的生命的日粮。也请大家来为这个机构来关心祷告，也请为他们来奉献。本周的主日呢，下周的主日为9月份的圣餐主日。
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来参加哦。那9月3号主日过后呢，1点半将会召开9月份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们预备参加。主后呢，今天的主日之后呢，在11点半哦，我们在6楼还会举办最后一次的查经班，主题是我与耶稣的距离。欢迎弟兄姐妹们及新朋友可以到6楼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查经班。我们现在也非常感谢主哦，教会新聘的干事本会堂的行政干事呢，曹平姐妹，她现在为我们的新干事，也非常谢谢淑心姐姐哦，在这段时间代理的过程当中哦，她非常的辛苦哦，继续帮大家服务，她服务到本周主日。我们也为这次的新干事的衔接顺利来祷告哦，并且为我们教会事工的整个顺利的进行来感恩。那我们刚刚有举办了今天的升级典礼，我们也为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丽叶、鸿雁、柔一、知莹姐妹们，还有所有主日学小朋友们，来为他们祷告哦。希望他们在新的生活当中有新的生命更新，能够碰到更好的老师、更好的同伴。那教会姐妹会呢，将会在9月2号，就是下个礼拜六上午10点钟呢，到12点钟会举办姐妹福音茶会哦。那这次姐妹福音茶会呢，我们邀请刘清田牧师来主讲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一些信息哦。欢迎姐妹们能够来报名参加。报名呢，也请洽我们的玉华师母及玉兰主席，或洽办公室都可以。那下周9月3号主日过后呢，11点40，我们将会在201教室呢开设崇拜诗会的同工座谈会。我们邀请所有的国台语堂的诗会同工参加。如果您有意愿要了解诗会的程序或内容的兄弟姐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见习。那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将会在9月10号开课，请为老师的课程的预备及弟兄姐妹们渴慕神的话语来带导，并欢迎弟兄姐妹们选课。这次我们校长是由邵文弟兄来担任哦，他将开设3个课程。我们现在请邵文弟兄来帮我们介绍这3个课程。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的这个假期结束了哈，我们要开始成组开始要上课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透过这个成组这样子的课程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灵命上面有增长，而且呢彼此之间会有一些这种团契，彼此的支持彼此的一些勉励，所以说成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呢，也借着重组，你看我们这次的课程一共有3个不同的课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好比说我们今天第一个是诗歌欣赏与教唱这是老师是天一弟兄还有如今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唱很多的歌，但是呢我们其实不深入的了解这个歌。可是呢，这些歌其实都是一些很多的一些前面的人呢，他们透过感动透过圣灵的教导，他们所写出来的一些见证。实际上，我们如果是能够很深入的去了解它的背景、它的意义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不仅是勉励，而且对我们的信仰各方面都非常的有帮助。这是诗歌欣赏和教唱。那我们第2个的课程呢，就是五小经卷。那这是由我还有赵鼎弟兄还有伟翔弟兄一起来担任教导
那五小经卷我们知道啊，自上个学期呢已经上完了，雅歌还有路德记。那这一学期呢就接着上哀歌、耶利米哀歌，还有传道书，还有以斯帖记。我们相信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是我们看的也可以了解，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里面呢，很多没办法深入的了解。那我们希望透过这几个课程，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圣经的一些真理。那所以说这几个课程详细的说明呢，大家自己可以来去看。那透过这样子的课程，让我们对圣经更了解之外，对神更认识。那我们第3个课程就是这个圣经总览的课程，那是我们主任牧师、蔡牧师、伟文牧师来上这堂课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这堂课，可能有很多人也上过，但是为什么还是再一次的来加上这一堂课呢？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一些课程，因为他开的时间呢，可能对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太方便。那我们希望是这堂课程对于以前没有上过的课都尽量来参加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课程了解圣经每一卷圣经的一些意义使我们能够在了解它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而且在这个课程里面，因为我们也预备之后要开红本门徒的课程。那红本门徒课程实际上它有个基本的要求的，希望是说每一位弟兄姐妹基本上对于圣经有一些了解的。那圣经中览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在进入红本的前面的一个课程，很有帮助。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是没有上过，那尽量上；如果是有之后希望能够继续红本门徒的这弟兄姐妹，也一定要上这个课程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组的3个课程我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每一位这里的每一位，不管是哪一位，都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课程来上因为这个课程这些课程呢，实际上不仅是让我们能够对神的了解，对我们信仰的一些激励之外，它也是个团契的是可以彼此都有一些分享彼此建立。那我想如果是说今天我们能够透过重组这样的课程，我相信大家经过这1季的课程之后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建立的。谢谢大家。我们非常谢谢沙文校长所带领的团队各位会友们，你们要获得恩典吗？想要获得恩典吗？我们教会就是透过这么多的课程摆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你们，让你们更详聊我们圣经里所要带给你们大大的赐福与恩典。请弟兄姐妹们呢，赶快到办公室呢填写报名表，然后记得我们的恩典不是白白得来的，是你渴望、你想要、你日日读经、日日祷告，你愿意跟随着上帝的脚步，你要听他的话语，恩典就大大的赐福给你那请记得大家一定要填写报名表，谢谢。那我们卫理神学院呢延伸班下学期将要开那个加拉太书的课程。那我们这次的师资是刘清乾牧师上课的时间是9月22号到明年的1月5号，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也欢迎大家呢到办公室来报名。至于那个详细的资料呢，我们在公告栏上面有写得非常清楚大家可以更详细的了解。国际读经会呢将会在10月14号、21号上午的9点、12点，借我们本堂举办旧约由衷的活动。即日起呢，请到公布栏大家可以去登记每一个人的费用是600块钱。
报名费及报名请到办公室，谢谢。那再来是我们也为教会的复兴守望来祷告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们可以参与每个礼拜四晚上7点半的实体查经祷告，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为所关心的事项来祷告。那我们总会也为了鼓励在校的学生们呢，他们可以就是在学习上更热忱已经开始受理111年度奖学金的申请。我们从今天就开始收件了，收件到9月27号。那申请的办法张贴在布告栏，或洽办公室索取申请的表格。也请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呢，为你的孩子们呢做一个鼓励让他们一起来申请我们的奖学金。那我们双11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嘉庆弟兄与秀文姐妹在这一天呢，是他们的大喜的日子那他这次的婚宴的登记表呢，登记在有一个公告栏，登记在公告栏上大家可以去登记一下如果你那天你可以参与的话，请大家来登记我们也一起为他们献上最大的祝福，愿上帝所配的佳偶同心偕老。OK， 那请可以参与的弟兄姐妹们到公告栏去登记方便他能够统计一下人数。OK， 那教会为了重整会友们的车辆资料呢，有开车的会友们呢，请你们到将你们的一些资料呢登记在公布栏上面这些我们会登记到本周为止，因为教会要整合一下所有的车辆资料。肢体消息，最近因为新冠还有 A 型的流行感冒肠病毒正扩大的流行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出外的时候，对自身的防护能够多加留意，并且为确诊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的治疗及恢复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所有的孩子们在新的学期跟新的老师、跟同学之间有好的互动及学习有好的体力，而且他们生活作息能够正常来代祷我们也为以下周报上面所登入的身体不适的兄弟姐妹们来代祷，让他们的身心灵能够更强壮。不知道牧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到这里。然后我们牧师没有要补充的好，3、1颂，请会众请站立。请牧师为大家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特别将你的美好的话语赏赐我们，让我们以你的话语为粮，天天领受，并且能够得以健壮，在我们的灵性上更加的成长。祝福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也成为祝福人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页。在殿页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殿，牧师会为你们祷告。